上次講咗 Mars 同埋 Jupiter， 今日咧我哋就講女同界嘅始祖 Zeta Neptune、Uranus。順帶一提，我而家係最中意佢哋兩個。Zeta Neptune 海王美智流，海王星咧就淨係守護雙魚座，呢啲就係佢哋嘅象徵意義。眾所周知，美智流係一個小提琴家，佢藝術感好好，非常之海王星。據稱美智流嘅小提琴係以海神廟命名嘅海洋大教堂做佢小提琴嘅名，招數都全部同海洋有關。本身海王星都象徵迷人嘅吸引力，美智流佢女性嘅吸引力係咁多個戰士之中最好最有女人味。佢嘅武器深海之鏡，佢可以用嚟做占卜，可以消除幻象。占卜同幻象都係海王星象徵嘅嘢。即係咧 Uranus 天王星，天王星咧就淨係守護水瓶座嘅啫。身為變革型嘅美少女戰士嘅性別同埋性向方面咧都好變革。漫畫聲稱佢係隨外界嘅變化而變身嘅戰士。喺當年啊，身為百合界嘅代表，嗰陣時喺關係方面咧，佢已經係非常之前衛。因為天王星本身係對應地震啦，咁佢啲招數咧都係同地震有關。咁由於天王星亦都係好有突發力，咁所以其實佢又好有速度同埋力量。水瓶座都性格孤獨啦，同埋中意獨行，咁佢就好 typical。佢係賽車手，咁我掹車邊檔係同科技有關啦，可能同天王星嘅刺激性有關。最後係純私心想分享佢哋兩個嘅啲片段，一個係我以前睇美少女戰士覺得最感人。